在田里打草会肚子饿，含葡萄干，在田里工作肚子饿或者是比较晚吃饭含葡萄干，照顾肝脏，还照顾脑部那个血液循环好一点。开车不要打瞌睡。照顾胃肠，照顾肝，会补血的呢。还有帮助生育功能，你看多好啊！含着就马上呼吸顺畅，你看容易气吸得上来。如果没有葡萄干，气不太容易吸上来，胸闷要按摩那个腋窝上端腋窝上端那个有极泉穴，脚底是涌泉穴，腋窝那边是极泉穴，不要极端的极，涌泉那个泉，泉水的泉，极泉穴。